嗰一個經啊5:6:54啊，佛講，比丘們有5個點聲無適合修行，都一個5個老的時是頭一個點聲無適合修行，破病是第2個點聲，起遠艱苦找食的時是第3個點聲，土匪來搶了村的人就青驚離開，是第4個點聲，第5個點聲無適合修行，是僧團分的時，出家人相爭相罵，了有信心的人所變無信心去，無信心的更加無信心去，這個是5個點聲無適合修行。比丘們有5個適合的點聲修行，都一個5個後生的時，頭毛過白的時，是頭一個適合的點聲修行。健康的時，不多應消化的時，是第2適合的點聲修行。無起遠應找食的時，是第3。平安的點聲無風險的時，是第4。僧團好好合合的時，是第5個點聲適合修行。我讀了這個經，這個經啊，你看佛講啊，這個5項的點聲裡面啊，無適合修行啊。4個咱未做啥物，頭一個咱若是知啊，咱會注意啦，是講老的點聲無啥物適合修行。為什麼無啥物適合修行呢？因為咱要修行啊，咱要坐禪啊，咱要坐一日啊，坐一日了，你若是你老的點聲身軀無夠用啊，你未坐久，你愛拄久啦，所以艱苦修行啊。唔是講未做一下啦，較無安尼好啦，較濟人就無適合啦。特別若是一個人伊個決定心真正夠啊，伊較會修啦，特別普通人較濟是未啦，就是講咱老的點聲啦。講過了60歲的那款啊，艱苦修行啊，了最好的點聲修行是後生的點聲啦，第2個事故啦，咱的名第2個事故 second quarter 啦，講差不多18歲到35歲啦，因為一個人差不多活到70歲呢啦，特別來啊，了咱若是這個最好的點聲18歲到35啦。過了40歲啊，這個人嘅身軀老啦，咱嘅目睭本變了，過了40歲，頭毛本白了，所以較艱苦啦。最好是較早過40歲啊，最好嘅點聲修行啦。